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Amanda。巴士強制佩戴呢個安全帶嘅新法例呢，喺2026年嘅1月25號就正式生效。社會上當然有唔少嘅聲音話呢個新措施咧帶嚟呢個唔方便啦，甚至有人質疑政府係咪應該要暫緩執行呢？然而啦，我哋回顧翻過去咧好多年嘅血肉教訓啊，就會明白呢條法例咧絕對唔係小題大做嘅，而係以人為本啊，刻不容緩緊要保障我哋生命安全啊！喺2018年啦，大埔公路咧就發生咗奪命巴士車禍喎，至今仍然已經係喺我哋香港人心目中咧傷痛嘅記憶當中嘅。呢單慘劇咧，促使政府咧成立呢個獨立調查委員會啦。專家經過呢個深入研究咗之後咧，明確建議加強乘客佩戴安全帶嘅規定。由嗰陣到而家啦，巴士意外嘅死傷人數咧涉及超過600人，而背後嘅數字咧係一日一個個嘅破碎家庭啦，一條條無法挽回嘅生命喎。呢啲冷冰冰嘅統計數字咧，正正講明改變市民使用安全帶嘅態度嘅迫切性。立法並唔係政府一時興起嘅，而係經過悲痛嘅教訓啦之後作出嘅審慎決定啊。如果話當日大埔車禍咧係一個慘痛嘅反面教材，喺2021年沙田大涌橋路嘅校巴意外咧，就係一個有力嘅正面例證啦。當日啦，一輛載有55名嘅小學生啦，一名保姆同埋司機嘅校巴喺大涌橋路近呢個富豪花園對開失控喎。撞壆後咧，猶如炮彈般咧飛越呢個行車線，撞落城門河旁邊嘅單車徑，期間撞冧咗一棵樹啦，場面係驚險萬分嘅。車禍牽涉校巴啦、私家車啦、輕型貨車，共造成24個人受傷啊！司機傷勢尤為嚴重啦，出現骨折嘅情況，需要消防員咧協助先離開到車廂嘅。最令人慶幸嘅係咧，車上55名年齡介乎6至13歲嘅學童咧，傷勢全部都係輕微啊，主要係撞傷啦、擦傷啦同埋受驚嘅。點解啦？咁嚴重嘅交通意外，學童可以全部都平安嘅呢？答案就好簡單。事發當時咧，所有學童咧都有配上呢個安全帶嘅。警方經初步調查後確認咧，正因為學童坐車嗰陣時咧，全部都有佩戴呢個安全帶，先至喺呢場咁驚心動魄嘅意外當中咧保住性命啊！呢種案件咧係有力嘅證明，即係安全帶咧並唔係可有可無嘅裝飾，而係關鍵嘅時刻咧可以救命嘅救命草咯。而面對社會上嘅疑慮咧，行政長官李家超喺1月27號咧出席行政會議前咧就會見記者時，清楚講明政府嘅立場同埋理據啦。佢強調希望市民咧認清事實指出好多國家例如英國、澳洲咧都有規定公共交通工具咧要佩戴呢個安全帶嘅。香港並唔係獨行俠更重要係咧，據呢個研究顯示佩戴安全帶咧可以減少7成嘅嚴重受傷啦，同埋4成嘅死亡率呢個數字並非呢個空穴來風啦，係有科學根據嘅生命保障咯。特首李家超都坦誠明白新措施咧會帶嚟行為上嘅改變啦，市民初期咧係要適應嘅，可能會感到唔方便但係保障市民安全係政府首要嘅考量啦。佢同時強調啦，執法初期咧就以法理情經備嘅方式去處理啦。初期以公眾諮詢同埋勸喻為主，培養市民去習慣法律亦都容許喺緊急情況之下咧，如果有合理嘅辯解咧，市民係唔需要負上法律嘅責任嘅，絕非一刀切嘅僵法執法歸根到底啦，政府推動呢條法例嘅立法精神同埋出發點咧，始終都係以乘客安全為依歸嘅。新規定要求咧，乘搭巴士等公共交通工具同埋商用車時咧，如果座位已經裝設咗安全帶，司機同乘客咧必須要佩戴嘅，否則最高嘅罰款咧係5000蚊同埋監禁3個月呢個罰則咧看似好嚴謹，但係對起一條生命嚟講嘅價值咧，邊個輕邊個重不言而喻啦。大埔車禍嘅慘痛教訓啦，同埋沙田意外嘅幸運啦，兩者都形成強烈嘅對比嘅，清楚話俾我哋聽，安全帶唔係束縛，而係生命線。與其等到悲劇發生嚟先嚟後悔咧，不如今日開始養成習慣。扣好安全帶落，為自己同埋身邊人嘅安全負責好啦，今日分享到呢度啦，我哋下一集再見啦，拜拜。